鏡頭轉到國際，法國11月13為着要紀念10年前嘅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當時有超過130人死亡，400多人受傷。總統馬克宏也去參加紀念儀式。然後喺12暗時嘅時陣，埃菲爾鐵塔已經有7點光向睨咱遮致意。暗時天氣涼涼下，埃菲爾鐵塔點到法國國旗30個燈光，紀念2015年11月13發生嘅巴黎恐怖攻擊事件。迄暗佇巴黎加附近幾個所在輪流發生爆炸、槍擊加自殺炸彈攻擊。A year and a lot of medicine to overcome, I would say, the most critical phases of PTSD. I remember distinctly seeing the flame out of the barrel of the gun. I remember being on the ground, and then I saw the face of that girl looking at the terrorist who is still standing and who seems unable to move, and people grabbing her and taking her on the floor. 恐怖組織伊斯蘭國講代志是因做的，是為保護法國佇咧敘利亞甲伊拉克對因組織的軍事行動。迄暗9點20左右，巴黎北邊的聖丹尼瓦法蘭西體育場外口，第一件自殺炸彈佇立場管制區爆炸。5分鐘了，佇巴黎第19區的豪華咖啡館加酒吧，慶祝熱情太人。過過10分鐘，第11區的豪華咖啡廳，一個9點40分巴塔克蘭球場，9點53分體育場外口發生自殺炸彈爆炸，超過130人死亡，400多人受傷，是二次大戰了史上規模上大的恐怖攻擊。I would say the hardest part is November the 14th, when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normal life somehow, and the grief is still here. 亚瑟是非营利受害者協會為巴黎而生的主席。恐怖攻擊已經過10年啊，真濟活來人到即馬抑閣無法度袂記迄項的壓力甲情緒，因互相鬥相共，勇敢的活來。13巴黎市政廳邊啊正式落成的紀念花園，會辦紀念活動。花園的入口有種一叢代表和平的橄欖樹。總統馬克宏、幸存者抑閣罹難者的家屬攏會參加。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輯。